武汉吼，对这金光经真的是听人讲，真正是种好，就是武汉的领导人吼，真正有够努力的啦。因为吼，这金光经当然较安怎做，也是要照咱的属性。当然，拄则咱有自然讲话讲，第15分就是7公斤分嘛，就是照量讲吼，你是做到啥物康站，你就只有啥物功力。哦，你是超精的，你是读经的，你是上经的，你是解说为人演说。我真正的感受就是讲，咱读了经典了后，咱要爱我家己经典先活活，搁当为人演说，信受方面为人演说。这是互我感受讲，真正就是咱今日为虾米经典自古至今，要来到咱即阵活法的这修行人。要来研究金刚经，啊，要如何就是咱来修办道的生活内底，这是真正是无容易的啦吼。啊，持节公经，我咱伫咧较量，或许就是亲像一个感受讲，咱要安怎有定迄个选择，啊，就是讲咱一定爱，拄则咱常拄甲咱自己的研究经典，就是要达到信解平静，有信心，对金刚经有信心，你今日就会来上课，对不对？无信心，今日就袂来，因为这就是亲像过去佛陀咧，吼，甲伊的弟子演说共款，讲到佛这经就所说，啥物佛这经就离息不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嘛是共款的，吼，原来过去的修行甲现在修行人的心拢差不多啦。咱这嘛离息足济啊，咱这拢算爱家己把握啊，吼，就是最优秀的。我真的啊，因为咱听了金刚经3字就无清楚啊。啊，互我深深来感受着讲，咱常时遮精辟甲咱解说了后，咱爱有意义的选择。哦，这经典研究了，我就是要真正有法度信受上方面为人演说，毋是讲名，讲无讲对啦，敢毋是安尼？可能爱做有法度真正演互人看，吼，演互人看就是讲家己要有够踏实啦。那么咱即阵常时今日甲咱讲啊，人间业障分。我拢安尼体会啊，真正经典甲研究落了后，咱真正讲是要来洗咱的心的啊。因为经典就是要互咱实伫咱的这个心田吼，要如何真正甲咱业障愈洗越少。啊，若无咱今日做众生，应该咱就是吼众念重生的众生。今日咱才来在做众生，而且搁做歹修的啊吼。佫有够歹修的，那么有够歹修的过程内底，嘛是佫爱修，嘛是佫爱修，因为既然咱今日头起落来嘛是爱洗，敢毋是？所以我感受讲吼，经典是咱修道的基础。咱今日有研究经典，咱修道就真像咱常时讲的，一颗就跳跳道啦，吼，一颗就跳跳道。所以即个咱今日常时甲咱慈悲的即个人性业障分内底，其实。咱互我安尼体会啊，你抄经，吼有啊，拄侪先生拢咧抄经吼，我即我咧大班囝仔嘛是咧学是咧抄经，那么我甲问讲啊，你抄经是有啥物意义？伊讲好，妈妈我即马学成个天路教，我爱抄经吼，心怀较静咧。哦啊，当然这就是伊个方法，伊个意境就是到迄个层面尔。哦，你讲要互伊讲，刚才讲心经的意境。当然就是要经过透过研究甲伊去来细解理解哦。啊，所以而且常时咱讲的这个人间业障分内底吼，互我体会讲，只要你研究金刚经会当深解意趣，那么咱就会当成就消业障的这个功德哦。啊，所以而且互我其实是做拢顺的啊，别人是慈悲哦，互我甲咱做一个分享。不过也就讲咱共同勉励啊，哦，咱平时做慈悲，哦，伊下晡较知影讲伊若有金刚经的课吼，所以吼，这也是咱普通咱这人才啊，绝对无迄少啊吼。若是无学啊，可能咱袂啦；若是无学吼，我一定吼就读甲就了看吼。所以当然咱常时伊已经都熟练，这个金刚经当然嘛是下一关的功夫啦。啊，然后咱做学习吼，会当真正用心来学习，那么嘛会当甲咱讲是同样的一个成就啊。这个感谢讲师慈悲。他是因为经
咱有无同人啊？咱若是佛经啦吼，拄则顺便看，经就是做咱修办的基础。咱的基础若无一个有奋斗咯，啊，这条倒了。咱自过去修办都没有倒对啦，好，你看这倒了吼，所以咱靠动感啦吼，啊，因为咱是按照政府一直咧讲总体检，还要是土地总体检，意思是讲讲，如果今日你这个土地基础无用，要怎样补救？啊，咱今仔修正来总体检，咱在体检上家己体检咱的心性，所以咱俩吹足，所以咱较无来用，这是总体检。其实我想讲，哦，最后一路吼，真正这种无好行，啊嘛会行过。哦，无好行啊跳，但恁行到即摆来，你看，咱这里刚刚，咱好想讲，泰国30年，今年28年，哦，这个总教区28年来，经过大家努力，很多起来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恁前去真个知影，咱自从咱家己积累的动作，咱成就偌济啊。但你唔是直接成就人，你有间接成就人，你的布施啦，哦，你的服务啦，你的开车啦，你的到来人啊，到心理人啊，这叫做强成就，你拢有去间接去成就人。当然，你直接成就人对，我在做直接，我在在我真靠叫直接成就人嘛吼。但是请问。无论你直接成就人，还是间接成就人，你家己已经交了80年岁月，这个80年岁月没有办法偿还，没有办法。我以前泰国公司，我泰国帮我合作，咱台湾过去听政府出来讲有一个因素，帮助人去导演一个导师，啊，这导师来过来鼓励情况。今后有公正啦，今后会当家庭平安啊，顺利啊，会趁钱啊，安怎？讲安尼对不对吼？这个情况怎么样？我看都会去，看安尼时阵啊，安尼你们做，因为咱经常会看的，有一个改个因素安做，早就我听唔到意思。你讲今后。有福报趁钱的活处理安怎咯？各种骗钱，伊会当做哪个讲？我唔知，就你讲你20年公交在另外，20年公交另外50万，20年计买，20年计买50万，20年计买50万，蒙贪的。嘛欢喜啦，讲者金宝人嘛欢喜对吧？买公车人嘛欢喜，卖公车人嘛欢喜。因为咱你讲今日你安怎比，你怎卖用，你怎卖，你用怎做？这声明书、声明书，我某某事业是收到，参考甲长期，我10年，二十种所有公职，我拢袂互某某人。我袂互你，会时阵啊，这讲卖50万票，这王老师，这个民主老师做保证，做主证，这王老师做保证，恁大家做见证，签一个名签落，摕着迄张单嘛欢喜呢，卖公证嘛欢喜呢，卖公证欢喜，卖公证，我这一张大这签50万，后日好谈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们这20年社会动荡，美国的我50万起飞，20年的岁月，人伊讲咱看有咧看是如何，所以望着金宝莲嘛欢喜啊，是望着他，金宝莲我还无路用嘛，对不对？很欢喜。你叫我你麻烦你把这个说，证明书上天书比什么哪位，我是什么哪哪位，什么哪位，两以后，咱你这报告了。全三角小，像咱小标袂像咱个小，有效无？都很有效。
经过一个美工的开始发明。过去咱台湾无落，大概是怎样？我把这个我把各种的材料，我这个给你的东西，这个不单单那个好听啊，体香啊。你到你的公司来这个，你到你公司来这个，这个好听啊，体香好。变成那么快，自己养自己的这个而且你非常努力的去学校，因为这个大标准，那么学校不少，因为这个大标准，那些历史的话，就是你打算就是学校的，你他妈在这些都他们你看，我说在他的我把几件东西，他们真钱你他要把你家不了你睡觉，那个是有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旅行社，这个非主抓到你这个重新来，这个你们不可能重新来，你的没办法重新来，不可能。所以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个高到你，到办了，我会，这是但是你看这个一个就是很错，一年中，你的内部性就有公平，内部性，但是你这个研究一进哪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进哪的无相进进，你这个是平常当中你进哪要先大的这个发现。你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哪一个好？哪一个好？我们你没有，你要这个看，所以是我的改变。好，大家这个